的，给我停！谢谢。那个，我妈其实是这样，就是如果是失踪人口，你应该要去找警察，你怎么会找到我们侦探社？因为我女儿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是很懂，你要不要从头到尾讲一次？嗯。5年前，我女儿嫁给现在的老公，他们2个感情本来很好，但是后来因为都生不出小孩，就常常吵架，渐渐的也不说话了。可怕的是，那个人出现了。哎，老板娘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知道啦，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！我已经释出善意了，但他就是没有回应啊，而且都已经半年了。好啦，我先忙一下，之后再打给你。好，拜拜。老板娘，多少钱？哦，你的150，这收你200，找你50块钱。请问怎么了吗？其实我是帮人看相的。最近你是不是有些烦恼？不好意思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算一个一卦。打我的。我累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所以你女儿后来就跟那个人跑了吗？你要不要让人家把话先说完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继续。后来那个男的就常常去我女儿的店里吃东西，我女儿就是太单纯了，怎么可能防备他？老板，嘿，你好，下次再来哦。好。老板娘，
多少？哦，我看一下啊，你的是200，刚好。谢谢哦。最近客人好像变得比较少一点啊。哦，对啊，最近就在放年假嘛，所以大家都跑出去玩，而且你看，附近的公司也都没上班啊。原来如此。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？想不想聊一下你家庭的问题？说不定我可以帮你一些忙。看你样子，感情问题蛮严重的。真的看得出来哦。你的面相鼻梁太高，对老公不好。还有你耳朵一高一低，注定跟亲密的人会有距离。看你自己想不想聊一下？那如果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会帮我保密吗？这你放心，这是因为我们有缘分，所以我才会帮你的。其实我老公已经半年都没有碰我了。我算的没错，你被这东西缠住了，会有点麻烦。怎么办啊？我可以帮你开坛，只要你诚心。那如果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会帮我保密吗？这你放心，这是因为我们有缘分，所以我才会帮你的。其实我老公已经半年都没有碰我了。我算的没错，你被这东西缠住了，会有点麻烦。怎么办啊？我可以帮你开坛，只要你诚心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放心，只要有诚心，就行。那个费用的部分，当务之急，先把现在的事情解决。钱的事呢，可以以后再说。谢谢。还有开坛的事情交给别人，不然就不灵了。妈，你是谁啊？那常客啦，聊聊天而已。好，那赶快我来收一下。对，我现在收一下。这男的根本就是神棍啊！我觉得你女儿好像有一点笨哎。我也是这样跟他讲，可是他就听不进去。他应该不只有给这些钱吧？实际的数字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想一定给的不少。因为后来我女儿就跟我借钱了，30万。你借那么多钱要干嘛？你银行不是还有钱？哦，那是定存啊，现在还不能动啦。你到底借那么多钱要干嘛？妈，拜托你先不要管这么多好不好？我是真的有需要才会跟你借这个钱的。你是不是要给那个男人？
反正你不借我的话，我就去找别人借。新慧啊，妈妈不会害你，你不要被迷住了，听到了没？哈，妈，你不懂，这个家已经快完了，快完了。你不借我没关系啊，我去找别人了。新慧，新慧。后来我女儿甚至拿她老公的印章跟存折，把钱都领光了。回来了。妈妈呢？睡啦，都这么晚了。二伯啊，还有一些剩饭，我帮你热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要睡了。所以后来他发生什么事，